飯堂頻道嗱，今日咧會去一個叫武雄市圖書館睇下裏邊嘅美景啊，同埋裏邊嘅靚嘅裝修。好，睇下有咩睇先。圖書館入邊咧係有個角落頭可以影相嘅。咁啊，呢度咧係咪好靚咧？個設計咧非常之正。咁你見到咧，佢有好多木式嘅設計，木呢啲，咁令到件事咧好有呢個書卷味嘅。圖書館入邊咧係有一個 Starbucks 咖啡，咁你可以喺嗰度咧飲個咖啡，食個蛋糕。外邊都有啲位嘅喎，坐喺外邊咧就更加超添嘅。呢間就係位於武雄市圖書館，好值得你行下嘅。呢度咧就係圖書館另一個位，近住入口嘅，可以俾你影相。圖書館嘅另一邊咧就設有一個咧叫武雄小朋友 Kids Library 小圖書館。所以日本人咧做嘢咧係好仔細嘅。你咁樣擺出一個地方出嚟，小朋友睇小朋友圖書，嗰種氛圍咧真係好值得學習，好舒服。